第三摆，你毋通搁再逼我。你若是搁再逼我，又怪我剑下无良情。你刣，连款死我都毋管你受了。你甲我无冤，我要哪会刣你？你若无刣我，有一天我会掠你。你毋免急，刘后山总有一天会落在你的手头。慢车。你毋免苦苦伫咧上吊，东奔西走，都是伫咧白费心机。也是踮伫咧美玉雪的无情等待我，安尼就无毋对。相公，拢是你！小姐，我毋是败在伊的撇小剑，我今仔日礼拜是败在你暗号中犯事啊！等候伊刘后山若是归案了后，我一定要来办你的罪。苏有林，伊必然有甚物苦痛。是啊，姚后卫，我相信苏有林伊的心情比你较艰苦。你如这本来就真恩爱，伊会违反常理，必然伊的内心有蕴藏真侪痛苦的原因。这我了解，只要伊若讲出原因，我就原谅伊。苏夫人，你赶紧将原因讲出来，相信姚后卫伊会原谅你。你今仔日一定要甲我讲个清楚，要若无，夫妻之情一刀两断。你讲啊！刘和山究竟是为什么？记得你安尼伫咧暗唬伊咧？为着要遵守爹娘临终的交代，我是为了要尽孝道，所以8年前，伊救阮一家人的性命。早点做我，还要你鸡巴笑我！阿娘，没事了，请问大爷，遵守大名。夫小事何必计较心？大爷，大爷啊，大爷啊！爹娘临终的时阵，也阁耿耿于怀，一再叮咛，叫我一定要报伊。我敢用个无救伊死？我若是志人的是凶手，敢对你去死在九泉底下的爹娘呢？搁再讲，伊是一个好人，为了要完成爹娘的遗愿，我就是别人使用的，嘛是心甘情愿。相公，我对不起你，妾身我已经讲了，偏偏相公你的处置。我只好将你休离。大哥大道你用你，遥向随后紧踪伊，绿
大哥杀人是事实，这一摆伊离开本店，一定是要去找最后一个冤受人受啦。谢叔若为着要护话，家掠着证据，啥物人也无法度通我救伊的性命。但愿要护，抓袂到何三兄杀人的证据。无可能，只是早晚而已。要护话，为着姚夫人唔肯以阮大哥面头前来指认伊，伊非常的气愤，决意要掠到我的大哥的证据。除非阿兄伊无太死受咯。也毋过，何三兄是势必杀受龙，而且受龙又搁劫走玉文，若是被何三兄知影，为着要救玉文，受龙会愈紧死。我实在真烦恼，到迄个时阵，是要叫我安怎面对阿兄办这条案件？苍天予恁兄弟的运命，实在是太可。禀大人，后监是以求是堂求见大人。请进。是。请。大人啊，大人啊，有一桩代志吼，我一定爱紧甲。哈，哎呀，你这人哪安尼啊？啥话啦？见到大人咯，毋都爱先安尼，我着地母顶哦。先行礼啦。爱行礼吼。嘿啊，煞袂记的。叩见大人。免道理，有话请说。大人啊，迄个花灵芳吼，已经将伊小妹花玉文吼，甲救倒来安尼。花小姐被救倒来，嘿啊。莫非受龙已经被杀？这我都毋知影啦。要毋过吼，花灵芳救因小妹转去因兜吼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。对啊，啊人吼听伊讲行城内坐了做吆喝话吼，伊嘛转来咱镇的安尼。姚世安，莫非何三兄伊？伊现在你紧讲。听伊讲吼，迄吆喝话吼，要甲因报离言。对吧？永安是咱两个人相处最后的一暗。来将这杯酒饮落去。相公，过了永安，咱两个人都是无熟识的人。并非我对你无谅解，只是堂堂义前，四品街道护卫，袂用得有一个暗护重犯的某囝，所以我爱休妻。你为着要尽孝道，完成恁爹娘未了的心愿，获得救命之恩，这我无怪你。但是你要知影，
等于刘浩三若是开始收容了后，一定会家己前来选咱大人的面头前到案认罪。到迄个时阵，你就脱不了暗害中犯的罪名。所以，你不是我的母囝。相公，我感觉心醉，我也不爱离开你。相公，你就叫我送关门出。心好海金，你突然也分开，难舍一段的恩爱，叫我绝不泪满腮。来生，来，将这杯酒啉落去。但愿你坚定事业，身体健康。阿孙啊，阿孙啊，喂，阿孙啊，啊，包啊，甲我包几粒啊？哦，好啦，都爱烧哦。好。哇，啊是讲吼，拄则落人算尔吼，还袂甲来烧咧，你著稍等一下了。啊，炒鸡软贵去啊，迄若嫌啊咩，就快烧。有啦。啊是讲吼，你较早都毋捌安尼吼，我即2工仔内，逐工都来遮伫咧买肉包啦。我看吼，阮当时甲恁查某人烧完鸡，啊恁查某人怎活咧做伊转去后头厝，我爱准备互你食哦。有啦，毋是啦，我是奉拜托的啦。啊？奉拜托的？啊你讲这话我哪拢听无啦。敢毋知我即几工前哦，我去山咧撮茶树，看到一个少年咧带来兄弟的。我毋才甲带去啊，我去破厝啊，养伤。哦，安尼哦。迄个少年咧交代讲，每工就安尼摕几啊包去互伊食啦。哦，啊，若安尼照你讲起来吼，迄个少年人一定是江湖中甲人咧走跳的人哦。啊，为着要米的冤仇人吼，毋则会乖乖去米的你的草寮的内底。
你一个机会。医生，求你原谅，我实在无应该对待你安尼，我真该死，我真该死，我实在真该死。后生，我求你了解我的事，我知我唔对了，我一自私的机会好无？后生，要你，何算来当搁再互我，你就有性命。小龙已经死啊！我你等真久，我无急，你还阁有啥物未了的心愿？也有，你讲，你带我来去见顺安大人，需要我陪你去无？需要，你帮忙我来去见顺安。刘和三确实是刘和三，要好的确实也要，我无掠着你，也毋过我是受你逮捕。感谢。
春啊，你是安怎哪会遮尼紧张啊？何三兄转来啊？哈？真是嘞，人伫倒啊？我嘛毋知伊人伫咧倒位，我只是听奥甘咪讲已经转来啊。你紧来去找客衫。你讲的话是真实的。是，叶华伟已经在公堂等候待人。客衫的，客衫的，无客衫啊，客衫，听讲你阿兄转来啊，讲有影，啊？是真实的事，你唔着讲话，啊？原来人伫倒，何三人伫倒，紧来叫伊出来，互阿娘看一下，啊？安尼啊？啊？阿兄是要叶华伟大宝归来。贵啊！哪里？是毋是修容已经？互阿兄刣死。阿三！你何三靠近孙爱大？